今日辛苦啦。人嘅一生其實只要做好4件事就已經好成功。第一，經營好家庭。人生最重要嘅從來都唔係賺幾多錢，而係屋企人齊齊整整、平平安安。家庭穩，你先有底氣去闖嘅。第二，交對朋友。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你身邊係咩人，你慢慢就會變成咩人。遠離消耗你嘅人，靠近支持你嘅人。第三，揾啱自己嘅位置，唔係所有努力都叫有用。明白自己適合做咩，比盲目衝更重要。行啱方向，慢慢都會到。第四，照顧好自己，身體健康先係最大嘅本錢。冇咗健康，其他嘢都變得冇意思。有時我哋太急住成功，反而忽略咗最基本嘅事。其實家庭穩定、朋友真誠、方向清晰、身體健康，已經係人生好高嘅配置。今日辛苦啦！如果你而家仲為生活打拼緊，記得唔好只顧向前衝，都要顧好身邊同自己。我係 Well Done Today， 練習成長，等將來嘅你。感謝今日冇放棄嘅自己。如果覺得呢段說話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嗰個同樣努力緊嘅人。我哋下條片見。